今日係2026年3月10號，啱啱落夜班。今日想傾嘅一個話題就係關於小朋友點樣去教育，同埋一啲喺主流價值觀入面比較奇怪嘅一啲諗法。可能今晚同到朋友突然間傾到一個問題，就係關於小朋友嘅養育，究竟係點樣去帶，即係喺小朋友佢屋企，佢哥哥姐姐啱好生咗小朋友，兩個都係同年嘅，咁就佢作為家庭嘅一份子，佢喺度幫手帶小朋友，佢就好焦慮小朋友嘅一個教育問題，唔知道點樣做先係對小朋友好嘅。跟住呢，我就將自己喺網絡上見到，我覺得教育觀啊，包括佢哋所展現出嚟帶小朋友育兒嘅一個情感博主，分享咗俾佢。兩個人喺度傾下傾下，我就開始發表自己嘅觀點，但係傾到後面，我覺得喺現實生活中同現實嘅人去傾自己內心深處嘅一啲諗法，係一件比較越界嘅事情，因為唔知道對方可唔可以接受到呢一種觀點，即係我哋喺度傾係牛頭唔搭馬嘴咁樣啦。我就認為而家有一個好火熱嘅自媒體嘅觀點，就係托舉，即係反駁嘅意思就係生養唔係因，托舉先係因。跟住好多人都覺得托舉就係要俾好多錢嘅小朋友，要有好好嘅物質嘅生活，咁樣先至係叫托舉。錢銀啊各方面花費要非常之大，但係我覺得呢一種觀念我係唔認可嘅，因為托舉呢個詞喺我嘅意識，即係喺我對呢個世界嘅認知入面，其實物質係處於最底端，即係只要呢個小朋友係你有得食有得着，即係好似寵物咁樣，可以維持到佢一個生活嘅狀態就已經 OK。但係托舉最重要嘅就係要求養育者係合格嘅，佢知道生命係厚重嘅，佢知道生命嘅價值，就好似紀伯倫有一首詩就係你嘅孩子其實並不是你嘅孩子，佢只係借由你嘅呢一個軀體，令到佢嘅靈魂誕生喺呢個世界上，去感受呢個世界上。但係有好多嘅小朋友嘅劇本，所有成年人喺變成成年人之前都係從嬰兒開始，但係有好多現實生活中嘅價值觀啊，身邊嘅人嘅行為舉止啊，同埋對佢嘅一啲研究，就導致咗喺未成年階段，心智仲未可以承受到咁大壓力嘅時候，俾養育者養到即係冇俾好好咁樣撫養長大。佢雖然軀體係一個成年嘅狀態，係一個生命，某一個物種，佢隨住時間嘅流變，只要佢唔死，佢都可以由
自理能力嘅情況底下，佢係外表係同其他人係差唔多，但係內裏嘅一個核心，即係好似佢嘅軟件操作咁樣，就係每一個人完全唔同。有啲人係隨住軀體嘅長大，佢內裏都係吻合咗佢嘅軀體，所以佢有好多可以喺各種各樣嘅挑戰入面可以好成熟咁樣去解決一啲問題，甚至乎揾到呢個出路。但係有一啲人就係佢用出世嗰一刻開始就已經係喺谷底，再喺唔正確嘅養育方式之下，就喺谷底嘅谷底。佢要經歷千辛萬苦，甚至乎有一啲未成功可以爬上嚟嘅，就已經係佢嘅生命已經係隕落咗，冇辦法去成長，或者係冇辦法長大，呢種情況都係比比皆是。所以喺我內心深處，可能係唔係可能，就係我內心嘅投影影射到呢個世界上，我係覺得誕生喺呢個世界上，主動去做呢一樣嘢係一件好殘忍嘅事情。我到而家都依然係咁樣認為，但係點解有一啲小朋友誕生喺呢個世界上會覺得啊，呢個世界好美好，好美妙，世界係好美麗嘅。佢希望帶一個生命嚟到呢個世界上去體驗呢個世界，呢一種情緒我係冇辦法去理解，即係我難以識別到呢一種愉悅感，即係呢一件事對於我嚟講係一件好殘酷嘅事情。當我見到有一啲合格嘅家長，佢係會喺小朋友成長嘅過程中係建立好緊密而且係正確嘅引導。即係喺我嘅價值觀入面，主動去做呢樣嘢，或者主動去接受呢樣嘢，同埋被動咁接受呢樣嘢，被動咁樣去做呢樣嘢嘅兩種嘅情況係完全唔一樣嘅。生育呢一樣嘢就係完全唔一樣。但係一路都會有源源不斷嘅人去做呢樣嘢，俾社會嘅規訓內化咗，好多人連自己嘅生活都未諗清楚，就喺好後生、好年富力壯嘅時候就稀里糊塗咁樣就成為咗父母，所以就會出現好多咁樣嘅問題。包括前幾年睇到嘅新聞，好多青少年自殺啊、抑鬱啊，各種各樣嘅心理問題啊，其實係同呢個社會嘅發展代際而形成。有好多嘅評論見到話，咁我哋細個都係咁樣過嚟㗎啦。其實大多數人係幸存者，係你有喺一場大嘅淘汰賽入面幸存落嚟，而唔係你主動去選擇。當然，呢個世界就係矛盾同埋統一相結合嘅，有正面又有反面，有陰有陽。呢個又關聯到我琴日去睇偉人，即係教員毛澤東嘅一個成長嘅故事，佢哋嘅一個創業嘅過程，去揾到自己終生理想事業嘅過程，就係
以生命作為代價，以犧牲可以犧牲嘅所有嘢為代價，去追求自己嘅一個理想。咁邊一種係崇高呢？大家嘅生命有生有滅，有滅有生，有唔同嘅選擇就會有唔同嘅結果。所以太多我唔理解嘅嘢同埋理解唔到嘅嘢，覺得好任何有生命嘅嘢都唔應該隨隨便便咁樣去接觸，要慎重又再慎重先可以。就咁啦〜